经理自己的年龄，但是不能确定他3个女儿分别的年龄。但是这个经理说只有一个女儿的头发是黑的，然后这个下属立刻就知道了。请问这3个女儿的年龄分别是多少？3个女儿的年龄分别是2、2、9。因为只有一个是黑头发，说明她长大了，其余2个都小于3岁，她们的头发都是淡色。再结合经理的年龄，至少大于25岁，对吗？好棒啊！那我们一起来看第2道题。好。啊，你看啊，这道题的题目是有2根不均匀的香，香烧完的时间呢是1个小时，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确定一段15分钟的时间？2根香同时点燃，第一根香点起2头，第2根香只点1头。等第一根香点完是总长度的3/4，这时候再把第2根香的另一头点起，从点燃到熄灭，正好是15分钟。棒棒棒！那我们再看第3道题。好。有2个罐子，50个红色的弹球，50个蓝色的弹球，随机选出1个罐子，随机选取出1个弹球放到罐子里，怎么样可以给红色的弹球最大的选中机会？在你的计划当中得到红球的准确几率是多少？个篮球，概率接近75%，这是所能达到的最大的概率。实际上，只要1个罐子放小于50个红球，不放蓝球，另一个罐子放剩下的球，拿出红球的概率就大于50%。真棒，戚先生，您不会就是门萨俱乐部的会员吧 ？No， 我不需要证明我是不是火拼。哎呀，今天麻烦了您一下午，真是怪不好意思的。要不晚上我请您吃饭吧？中餐、日餐、西餐，日本料理、韩国料理、泰国料理，你喜欢吃哪个？让我想一想啊。Sorry。Hello Cherry。哦，对不起，是今天晚上吗？哦，没问题，一会儿见。好。你女朋友啊？女性朋友，她约了我好久了。这次啊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下次我请你好不好？啊，戚先生人好好啊，一定是舍不得让我破费请你吃饭吧？那就说定了，下次我请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
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。表情还挺丰富的，90后啊。啊，没有，等你们，无聊瞎玩一玩。服务员，点餐。你看一看，想吃点什么？啊，你好，我就要一个田园沙拉就可以了。好的。然后呢？